吓，馬來西亞嘅活豬價格原來係全世界最貴㗎，所以搞到咁多人要買假豬肉。由於馬來西亞係以回教徒居多，所以豬肉嘅供應咧就唔算話好多嘅。一啲靚嘅部位，譬如係一隻豬身上只有2塊嘅豬頸肉同埋飛牌，真係好難可以買到㗎。但最嚇我一跳嘅係，我聽到豬肉檔喺度賣假梅肉。吓，假嘅都可以攞出嚟賣，仲要咁光明正大講到明係假嘅添。咁嗰啲假嘅梅頭肉到底係啲咩肉嚟㗎？經過一番了解之後，原來係虛驚一場。馬來西亞呢度斬豬肉嘅方法同香港係有出入㗎，唔同部位上面嘅叫法咧，亦都係有唔同嘅喎。而假梅肉就係指豬後腿上方嘅肉。咁應該就係我哋香港人所理解嘅豬展瘦肉啦。咁仲有其他部位，譬如係波仔肉啊、珍珠肉啊、格沙肉啊呢啲名，我真係聽都未聽過。而且聽聞馬來西亞唔同地區都仲有唔同叫法嘅添，真係搞到我頭都大晒。咁唔知大家仲有冇聽過，又或者食過一啲咩特別嘅部位呢？嗰啲部位又要點樣煮先最正？留言話我知。